陽英傑。各位街坊，我知道好嘈，唔好意思。今日係 party 嘅日子，今日係投票嘅日子，今日亦都係民主黨還債嘅日子。好！好多人都問我，票債票償係咪幫民意借意還啊？唔係，票債票償淨係想話俾大家一個好簡單嘅道理。民主黨，你行得去中聯辦嗰度行，你就預咗要還。好！各位，今日投票日，希望大家好好珍惜你手上邊嘅選票，做個有尊嚴嘅選民。我哋不要一啲背棄選民、背棄選舉承諾政黨。請大家支持3號歐陽英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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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經過嘅朋友，今日係投票日，提醒大家記得出嚟投票，珍惜你手上邊嘅選票，做個有尊嚴嘅選民。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黃洋達，今日落到嚟呢度，我哋力撐星先生，我哋力撐專業嘅知識分子，將佢專業嘅知識帶入區議會。各位，請大家全力支持3號歐陽英傑。請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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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3號歐陽英傑。我把聲係咪好熟咧？各位，我係鍾景輝嘅模仿者黃洋達，今日落到嚟黃埔同大家打招呼，希望大家全力支持3號歐陽英傑。請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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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3號歐陽英傑。各位記得投票，記得帶住你